大澳遊係一次遊歷大澳嘅經歷。大澳位於香港大嶼山西部，歷史可以追溯至石器時代，係香港其中一條好出名嘅漁村。大澳地形獨特，起咗好多棚屋，大部分嘅棚屋位於河岸嘅兩旁，靠步行橋將兩岸連接。今次去玩，我哋搭咗接駁巴士，當然離島特色嘅藍色的士都係當地交通工具之一啦。今日我哋嚟咗大澳啊！你要坐運輸啊？最尾一次㗎啦！好曬啊！敏感眼睛。究竟嗰袋惠康嘢係點？好得意啊！佢都好食我哋見到。係啊！好熱啊！咩好食啊？好鹹啊！入口同埋好清熱㗎，呢個啱啱出爐幾分鐘㗎咋。同埋芒果糯米。好，多謝晒。我哋今日嚟咗大澳啊 ，Hello。唔想喐太多你。唔係啊，因為好似整氣咗。打直影，打直影啊！